你有咩想要嘅節目可以點菜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想要咩款式嘅節目都係點菜。然之後我哋下一個啦，你哋仲想要咩嘅可以同我講。Hello，歡迎入到嚟直播間，姐姐你哋想要咩款式都係打出嚟公屏。我們下一個吧，我想講呢個啊，呢個都好睇喎。呢一個款式小豬豬，有冇想要一個豬噶？哇，好肥人啊！呢個豬嗱，哇好多銅錢喎，豬籠入水啱晒啦！呢個寓意豬籠入水，記唔記啊？哇，成嚿一個紫色大裝咯，親彩顏色有銅錢有元寶，哇咩都有晒。然之後佢記唔記啊？仲有個寓意啦呢度，嗱個寓意咁樣上翻嚟去佢嗰度咯，係嘛？然之後銅錢一串 set 嘅，一串嘅，全部一串咁串住圓牌呢個大件嘅。你哋想買圓牌大件嘅，你揀呢個。想買圓牌大件嘅可以揀呢個。嗱，想入圓牌大件嘅嚟拍一個，尺寸係6.3啦，闊度做翻一個56.9。呢個有冇中意嘅姐姐？嗱，好冰嘅個帶冰感大件款，有冇想要啲大件款？嗱，純嘅肉感都好好啊！我哋食個豬豬好得意啊，見唔見啊？嗱，底裝肉感咧起晒冰感，冰韌度喺晒度。我一隻可以沖喎，見唔見啊？紫色大裝仲要飄住呢個綠花調調，有冇中意呢種大件款嘅？你哋想買嘅大件款嚟揀呢隻，呢隻可以嚟拍喎，你哋可以去拍嘅，這個款式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啦？成個肉感肉質都好好，見唔見啊？成個肉感肉質都好好嘅隻款式，有啱有中意姐嚟拍呢個款式，有啱有中意嘅姐姐嚟拍呢個款式。嗱，肉感大裝都好靚啊！呢個豬籠入水招財嘅一個款式啊，嗱，財源滾滾來啦，係嘛？財運不斷咁嚟啦。嗱，你想要招財有財嘅，你揀呢個；想要招財有財嘅，你揀呢個。它這個好看嘅款式。想要招財入係嘛嘅姐姐們，嚟入一個豬籠入水。嗱，有啱嘅姐嚟拍啊！有喜歡嘅姐嚟沖咯。小豬豬佢成個豬好得意，好肥啊，好圓人啊，見唔見啊？好肥好圓人，誒想入翻豬豬嘅題材嚟揀啫。你哋想有啲豬豬嘅題材嘅姐姐嚟揀呢個啦，見唔見啊？套手型嘅佢個仲要套手咧，成個套手嘅咧。嗱，一個福珠圓牌啊，你哋想要買呢個豬籠入水嘅姐姐嚟拍呢個啦，係嘛？嚟拍呢個啦，係嘛？喺民間中咧，豬係一個咁樣嘅，係嘛？聚寶嘅、福氣嘅一個象徵啦，係嘛？家財豐厚啦，衣食無憂啦。嗱，你睇下，成個豬豬仲要係咩啊？笑面豬一個咁啊，笑面豬代表係嘛？解煩惱。同埋咧喜樂福氣嘅一個啦，帶上豬係嘛，有一個咁樣嘅招財納福嘅喎。嗱，想要一種款式嘅姐嚟拍啦，招財滾滾來啊！你見唔見啊？財源滾滾來，正財、偏財全部係嘛？全部都嚟晒，全部都嚟晒。嗱，想要一種款式嘅姐嚟拍，有啱呢種款式嘅姐嚟拍，福珠聚財，見唔見啊？親彩顏色。你想入呢啲嘅嚟拍一個，想煎這些嘅嚟拍這個。但想入呢種款式嘅就嚟拍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你仲想要咩款式嘅就打出嚟公屏咯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呢個係 DD 嘅23517，價錢去到係一個1350元。親彩嘅一件，腐珠，
有啱嘅姐嚟拍一個款式。嗱，中意姐嚟衝啊！親材料嘅一個福珠圓牌，有啱有中意姐嚟拍一個。啲啲嘅23517，價錢去到1350元。嗱，有中意啱姐嚟拍一個款式，好靚啊！一個肉感，見唔見啊？成個大裝肉感都好靚啊！一個款式。嗱，想要咩款式嘅姐點點菜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你想入咩款式嘅都可以點點入。呢個都好好睇嘅啫。平安扣有冇中意紙調嘅平安扣？好鮮款啊！見唔見？呢度仲要帶住飄花。呢個款式有冇中意姐姐？嗱，有中意姐姐睇過嚟，睇這個款式也很好看。呢個款式又好好睇啊！呢個款式有冇中意姐姐？嗱，呢個款式有中意姐姐睇過嚟啊！嗱，有啱又中意姐姐過嚟睇一睇呢個款式。有喜歡嘅對姐姐過嚟看一下。見唔見啊？成個一個起到一個冰紙系列啦，然之後飄住一個綠花調調啦。一個咁樣嘅冰紙飄綠花，哇！呢個紙仲要唔淡色喎。呢度去到一個濃紙啊，見唔見啊？嗱，後邊呢度又係紙係好濃嘅一件咯，裝好靚喎佢個，然之後搞巧呢個，巧度去到6.3，闊度30.4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嗱，想入呢種款式嘅姐姐睇過嚟。